埋變咗成功冠軍咧，出邊上翻少。有好多時啲氣候唔啱。喺六嗰個百幾蚊支啊Oh shit！30號。幾叻㗎，細粒仔日頭夜晚凍啊！大啊嘛。叫到靚，啲人靚叫都靚喎。啲啊真係你得人。睇個集相中咗六集都話兩集，有啲好啦，提入方面就已經做好晒呢個點名工作啦。師傅仲有牛皮棒。過意唔去。好易交俾你。熱咁多。交俾你啊！好注意先喎，成功冠軍入閘先。我得嘅。剩翻2匹。分別就好金剛、熱金剛。入對順利，全部馬匹準備妥當。咁樣隨賽事3番前4排2，3點字。第3，我見佢4個啊！好，你一開閘嘅時候，前面快閘嘅馬半區啦，咁外邊咧有熱金剛啊，出邊有2隻分別就好好分啦，最出係飛輪步啊，皇帝英雄跟住第5啊，第6位外邊係情網啦，第7位內欄粉紅面杯咧就巴閉仔啦，中間藍衫平常心啊，後邊虎身啊，咁另外邊飛5嘅，呢4支力嘅飛3後邊咧就上落體育學院彎嘅時候啦，前面放啦，外邊湧上去啦，就係呢隻好分啊，飛輪步緊佢埋啦，內欄第3位嘅馬咧仲有成區啦，第4位皮出金剛啊，第5位紅衫黃面箍就係巴閉仔啊，再後邊嘅馬有情王意力，中間藍衫平常心，出邊尾4咧係金白靈啊，後邊3隻華美之威紅衫尾3啦，尾外邊眼就光明傳承啊，分到好啊，咁啊見到中間鐵金剛開始追佢噶啦，外上緊嚟啊，再喺埋邊有成功冠軍啊，出邊上翻少少仲有情王啊，最後自巴閉優勢啊，中間位接鐵金剛，外邊巴閉仔亦都上緊，最後100米飛輪步仲有半個馬尾優勢，到唔到？外邊巴閉仔仲接近終點，埋邊係飛輪步，出邊步上嚟終點嗰步。有陳差呢4隻波輪搭波頓橋啊，飛輪步放上咗唔住，做嘢15倍啫嘛。15倍都唔夠啊！有個全日都冇，反而呢隻龍搞。哦，呢隻星拎啊嘛，係5號3號1。而佢話3513咁做。好，覺得光明傳承咧就暫時延後㗎。好啦，轉呢個咧就香港體育學院彎嘅時候啦，前面放啦，外邊湧上去啦，就係呢隻好好分啊！飛輪步緊佢埋啦，內欄第3位嘅馬咧仲有成功冠區啦，第4位皮鐵金剛啊，第5位紅衫美箍就係巴閉仔啊，再後邊嘅馬有情王意力，中間藍衫平常心，出邊尾4咧係金白靈啊，後邊3隻華美之威紅衫尾3啦，尾外邊紅眼走啦，正最後直路啦，前面接尖嘅馬就飛輪步啊，咁啊見到中間鐵金剛開始追佢㗎啦，外邊位置巴上緊嚟啊，再喺埋邊有成功冠區啊，出邊上翻少少，仲有情況仲有優勢啊，中間位置鐵金剛，外邊巴閉仔亦都上緊，最後100米飛輪步仲有半個馬尾優勢，到唔到？外邊巴閉仔逐步插住嚟，接近終點，埋邊係飛輪步，出邊巴閉仔第3名情。仲要克服啊，還克服。48蚊招辣椒油。睇下10號啦，華美之威。咁其實出到嚟我覺得佢仲有少少獨立制，試啲集就近嘅，包括其實集啊，試4課集有1課唔合格嘅。佢又唔係話佢跟住背落嚟嘅嗰啲過關飛，佢個集相對我其實拍個細集咧，跟住個電話先鋪佢，係好少㗎咋，係張場1600定值。最近都有馬可以。初出嗰場咧，佢唔俾99半撲上嚟咯，第2打幾場。賣晒啦！小心初出第1場，撲上嚟個勢好勁啊！上次我覺得佢賺貼眼優勢，所以咁睇下12光明傳承啊，好貪食嘅，好貪食嘅馬出到嚟，佢跑2場都大敗嘅。幾多缺點啊，又惡尾咁。呢個就執檔可能都係好似之前咁噶啦，好似跟住馬群走啊，輸4個幾馬喎。好亂啊！嗰馬之後。雞盤就
跑2場冇嘢睇，又急啲輸啲心重佢都。乾一啊！咁留咗呢隻。細嘅上咗啊，師傅。隻嗰隻係好熟嘅真係。人心聲啊！哇，幾積極啊，組團跑。不過嗰啲係順嘅，啲天就唔係好順嗰隻㗎啦。試過跟前俾你睇啊嘛，呢隻冇應該冇咁快速度㗎。佢一定要輸啊！咁你跑打比你係夠快，唔知咁樣縮1400應該唔夠快啊！馬房啊，今日有嘅。天向今日放假拍啲馬跑形勢啊，跑到形勢。係咪個分有啲落嘅？但係又揾到波。選明白啲人唔知幾時發草嘅時間多啲會以為同埋你見到今日報埋啲馬就順其自然啦，就3轉1 3轉4轉1 4轉啊，咁都尤其是你縮落嚟1400未必夠快。今日好似有啲心在馬嘅，不如嘅真係。金剛都有啲汗濕啊、白汗漿、馬頸嘅我諗，即係成日都話你聽，馬主整體名單，咁啊今次都 fit 嘅，叫做到呢隻啊，雖然馬房靜啲，呢隻都會搏嘅。又好分。真係做得馬房因為開頭派啲馬又唔算好成功嘅，有啲走勢啦，再加埋可能今日個冬天成績好啦，所以佢就肯行動。都係因應個咁就啲馬，觀眾幾好啊！咁啲阿爸好嬲咗嘅啫，阿爸。你死啦！嗰個馬啦，出格接應退出。退出啦！邊半途？呢場即係3隻馬都冇影嘅真係。可能之前有少啊，好多馬我覺得跑得唔係幾好。冇辦法。佢同埋黎超星本來一齊都係3月20號到交咯，我佢就未啦。姚康明就多啦。姚康明最近其他哥大合作又可以啦，都可以啦。我邊飯有。再頂得順走馬。佢係專業戰，只能夠話佢已經唔係繼續落去啦。上次巴閉就係。